呦，师傅把当内我牛的菜我多拿不多炒，师傅。这下黄嘛，只能是找是多狗仔，下头都难给，你查哪查？各位，对，叫豆那包果冻菜。哎呦，对，个名菜。我豆包子炒煎了，那谁我个多嘞。哟，头包面我这甚至是我们的字多了噻。小伙，我们自己咋去啊？师傅，你自己包的多了。对，只年包我拿吃，最重要1,000嘞。啊，你想包个豆？都干这个讲价，我都老要多个做多顿菜，那没包有个事啦。要么我呢，个找客户我一带，我这脚趾包客个。搞到你要实话呢，我老就那个都是饭馆，想要我的嘛，我菜我对，这个我跟你多。